敬德，我是想我的一生，請曾牧師。親愛的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來祈禱。我名的主，阮的上帝，你何等的奇妙！你讓阮會當稱做你的囝子，我會當輕輕叫你的名講阿爸天父。主，你今仔日的禮拜，阮要為着所有阮的青年以及向日葵學院的學生來祈禱，求主你的聖神帶因思考、明白，在因的人生中間做正確的決定，思考因的生命，思考因一生所要行的道路。主，你也幫助阮的教會以及每一個爸爸媽媽，攏會當陪伴阮的囡仔，在因的人生中間找到上帝你所想事真理的道路。主，求你幫助阮，阮在你的面前，將阮家己、將教會、將家庭也恭敬交在你的手。主，求你予阮是一間將你的話來讀予阮的囡仔聽的教會，予阮真侪是一個解說上帝你的話，予阮的囡仔通明白的父母。主，求你施恩賜福，予聽的講的攏平平得到利益。阮在你的面前安尼懇求祈禱，我靠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向日葵學院同學，牧師在這個所在代表教會，甲恁恭喜，甲恁祝福。希望向日竹堂教會當加做恁另外一個家庭，尋求喜樂寶院成為你們另外一個家。牧師今仔日要甲恁分享的這個功課，是你們畢業才開始。恁每一個人攏有家己的名，恁每一個人攏有一張身份證，恁每一個人在身份證中間攏有一個號碼。那是無人跟恁同款的，所以你們每一個都是獨特的人。但是在學校學習最重要的功課是什麼？就是今天這本書講這兩個問題。第一個，我是誰？所有人都會問這個問題，包括牧師在年輕的時候也想過這個問題。可第二個問題就是講，我的將來會怎麼樣？咱來為着你的將來，每一個人都來為着自己的將來負責任，認真的去追求那個答案。我的一生會怎麼樣？恁會當甲上帝討，因為除了恁的決定以外，上帝就是幫助咱有開力。所以今天拄則所讀的這段話是一個小朋友與成長的故事。這個故事一直到伊後來成做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先知性的人物。上帝對伊講：你唔免驚，你唔通講你是囡仔，你們可以的，因為我與你們同在。我所用這兩段的聖經來上給咱。當你們離開學校以後，學院的老師、主任，像喜樂寶院的院長以及蔡牧師他們。每一個人都會成為你們背後的代禱者。人的生命的覺醒，不是大人才開始。人的生命意識到我自己的存在，我的重要，我的漂亮，我的智慧，我的幸福，我的將來，攏是對細漢的時陣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所以，願天父上帝幫助咱全世界有一個新的流行，叫做 cosplay。你們聽過這個名無？我相信你攏捌聽見，捌參加。cosplay 不是一個真新的青年的次文化。cosplay 其實是在真古早貴族的中間，因來咧開 party，在宮廷也好，在貴族的宅院也好，因來暗時啉酒、食青草開 party 的時陣，因有時會做化妝晚會。但是 cosplay 這種的情形是對電影開始有種科幻電影，開始有科幻電影的時陣，在1939年，美國的一個世界科幻大會，第一個所在開始有一個真出名的美國的導演，伊開始講出這種的想法，伊開始扮演一個外星人，做這種科幻的 party， 後來就慢慢影響到全世界，愛看迄個漫畫故事書的人。還是講對人生有一種想象的人，特別在日本有一個作家，漫畫作者，
伊後來用一個日語式，就是日本人咧講的英語，叫做 cosplay。這個 cosplay 這個字真正開始講，是大概是42年前在日本的漫畫中間，日本的作家因開始講出這個物件。咱攏無注意，咱做大人，因為咱的遊戲中間無這種的 cosplay 的遊戲，但是咱袂通無了解講，今仔日這全世界這個 cosplay 這個遊戲，伊咧代表什麼？有一個開始，但是 cosplay 不是為了好玩，這個角色扮演跟化妝的晚會，這種的遊戲其實是咧象徵人咧找家己。我戴上一個面具，我就去做我不敢做的事。我戴這個面具，就假象我去做我想望。cosplay 背後有真深的人對家己的覺醒，人對家己心中的自我。我是什麼人？牧師要鼓勵你們，要做自己，不是做 cosplay。cosplay 是一個開始，大家人攏會期待講，我會當做一個我做袂到的，像就綠巨人。像就這個蜘蛛人，有真多不同款的角色，這種真是真多囡仔在細漢的時候，因夢想講，我將來有這種超能力，我就當親像蜘蛛人，哇，那親像在飛。管 cosplay 這個變做真的，在這個角色扮演的中間，每一個人一生的功課，攏在是咧學習做真正的人。所以，願天父上帝幫助咱。展現自我，角色扮演。咱的一生的中間有一個真要緊的功課，就是認識自己。為自己畫一張圖，這是未來的我。將你的名寫在那邊啊，做一個禱告。我的將來就是這樣。願天父上帝祝福所有在座的向日葵學院的同學。你要相信你們很漂亮，你們要相信你們是很寶貝。因為這不是牧師講的，也不是主任講的，這是牧師身上所相信的上帝。他說：“你是我的孩子，我如此的愛你。”願上帝一聽，讓你的一生中間不孤獨，讓你的心靈、情緒、情感，攏會當被滿足。願天父上帝跟咱三個弟弟，今日所聽的這句話，他說：“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愛？”是父親對孩子的愛，這是一種什麼種的聽？耶利米是一個囡仔時，上帝就開始跟他講話：我要使用你，你的將來有一個奇妙的使命。所以，這個人的囡仔的故事，嘛會當做咱每一個人的故事。這個人後來成做一個分別為聖。什麼叫做分別為聖？就是講潔身自愛。我是一個重要的人。所以我的身體、我的感情、我的生命都是很重要。願天父上帝讓咱知影，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所以，親愛的兄弟姊妹，在今仔日的禮拜，這兩段聖經中間，牧師要跟咱講兩個，咱應該愛思考。一個有覺醒、真清楚知影自己人生是在做什麼的爸爸媽媽，你就會注重你的孩子，思考他的將來是怎麼樣？我們是誰？咱跟咱的囡仔做伙大漢，咱跟咱的囡仔做伙成長。咱變老，因變大漢，但是同一個就是在信仰的功課中間咧問講，我們是一個什麼樣的家族？拜三牧師要跟咱請假，因為拜三牧師全天要陪我的阿姨跟伊的家屬。我的阿姨73歲，她是北醫大的音樂老師、音樂教授，伊要過身進前，跟我有一段心靈的規劃。伊唱一條歌叫做《我是鬼》，我聽到伊唱一條歌了後，我煞唔敢甲伊回啊。我想講，我阿姨用這條歌是咧甲我講啥？伊到對面床的時陣，已經身軀真衰弱。第一擺聽我唔敢聽，我嘛唔敢甲伊回答。我想講，我阿姨是不是有恐懼？因為伊知影伊已經是最後的晚期，但是當伊離開了，我更加注意聽，我知影講我誤解了他。因為迄條歌內底有一句話講：我希望你來看我。
我才知影講太慢了。阿姨好親像咧甲我講，雖然我真無愛人來甲我看，但是我嘛希望你來看我。幸好就是講佇最後的一個禮拜，伊的囝婿嘛是一個牧師，伊甲我寫來，伊講我的丈母就是你的阿姨，伊的身體狀況不好，我甲伊問，我甲伊講，無你甲問講，我去甲伊看好無？歹勢呢，要甲看過，佮甲問我好毋好？你都來看伊，都問遐濟，對不對？我的阿姨講好，所以那一天就是禮拜二早上，我的哥哥、我的表弟阮做伙去伊的厝，阮佇咧所在甲伊做伙修聖餐。3天之後他就離開。我一直在想伊的代志，親愛的弟兄妹，愛要及時，但是生命是被愛擁抱。我們是誰？對伊的身軀頂講，阮想到真濟阮的家族的故事，時間無夠，我袂當講足長。阮的阿祖，阮的舅公，甲阮的阿姨因的故事。但是以後若有機會，牧師才講互恁分享。我是誰？每一個人攏有名，我叫做莊孝勝。我佇細漢的時候，我的爸母鼓勵我開始咧想講，我將來會當做什麼？向日葵同學，牧師今天不是講道。牧師今天是跟你們講故事，你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們可以編故事，為你們的生命編輯了你們想要的故事，帶有盼望，帶有真善美。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今仔聖經是牧師送予恁的，天上的父親就是上帝，咱在地上有咱肉體的爸爸媽媽。但是在咱的心靈中間有一個宇宙的創造者，天上的爸爸。聖經安尼講，就是這個耶利米到年老的時陣，真做一個老公公的時陣，伊寫這句話。伊講，等我佇囡仔的時陣，做細漢的時陣，天頂的上帝跟我講，我要愛你如同父親愛孩子一樣。牧師閣解釋一擺，天上的上帝要愛你們。如同爸爸一樣，因為你們是他的孩子，你們是真的是他的孩子。牧師今天不是只是給您祝福你啊，我是要邀請你們在你們的生命當中，今天享受有一份愛，有一份真實的愛。這是什麼樣的愛？你的爸爸媽媽對你們的愛，夠加上天上的天父上帝的愛。我想想看到咱中間有位同學是通勤的，你們的家人會載你們來學校。我看到恁不知道車頂是爸爸媽媽，他們開車騎車。你們有幾位同學是你們的父母，每一天都來載接你們來，送你們來，又接你們回去。你們的父親母親愛你們，教會也愛你們。喜樂寶院的喜樂之家也愛你們。今天不是畢業典禮，但是今天是牧師講幾句祝福的話，告訴你們，天上的上帝也愛你們。上帝的愛能夠讓人在一生當中情緒健康，被愛的人不容易生氣，被愛的人不覺得孤單，被愛的人會覺得他是有價值的。被愛的人會成長成熟，直接你就會有能力去愛你身邊的人。天父上帝將這種的愛放在咱的內底，這句話是一種新的身份的揀選。牧師一開始跟你講，你們每一個同學都有你自己的名，對不對？第二個，牧師說你們都有一張身份證，對不對？第三個，牧師嘛跟你講，你們每一個人的身份證的號碼都不同款。上帝給我們的不只是號碼，上帝給我們的是一種真正的有價值的身份。牧師用這個 cosplay 這個故事來告訴你們，全世界現在有很多的年輕人，通過這種的角色扮演，通過這種的化妝的 party， 來遮陰想望的事情，想望的角色，也去做他們不敢做的事情。但是牧師要鼓勵你們，做自己，
不是跟他 cosplay， 你可以真正在你的一生當中去做。你感覺不可能這麼偉大的事情，你感覺不可能這麼漂亮的人，但是可以告訴你自己，我要將 cosplay 變成我真正的生命的真正的我。親愛的姊妹，玉長跟我講一句話，講牧師向日葵學院做偌久，我就做偌久，你若不愛做，我就不愛做。我要甲玉長講，咱不是為着咱家己做，咱是為着上帝做。咱就算做咱不願做，上帝嘛會繼續做。牧師不是預備離開，牧師是希望我會當甲恁做伙生活的時間，我很珍惜所有剩的時間，甲恁交接。我能做的，你們也能做；我想做的，你們也可以做。直到有一日咱年老的時候，咱該交予咱身邊的同工。我唔知咱會當做偌久，沒有遺憾。上帝愛咱做，咱就做。牧師離開了，要有書記長老，要有小組，要有真多這喜樂寶，不是喜樂寶院爾，咱的向日葵學院最重要，但要有長子的背後來支持這個工作。親愛的姊妹，願咱佇今仔日這個禮拜，咱每一個人都用這兩個功課。第一，我是什麼人？我的一生會怎麼樣？但是第二個功課，我的將來。兄弟姊妹，這間教會，我咧，以過去、今仔日甲將來，有什麼種的故事？這個教會敢是咧 cosplay？ 這個教會的 cosplay 是什麼？這個教會 cosplay 的親像牧師，若要聖誕就穿這個衫，這敢是一個 cosplay？ 某一個角度是，因為代表這種的祭司的身份。但是 cosplay 是咧代表，咱要做咱想要做真正的咱。在上帝面前，咱的人生就是一個角色的扮演。天父上帝安尼講，我甲你講，佇你還未出世，我就已經捌你。佇你還佫佇媽媽的腹肚內底陣，上帝就知影有一日你要讀向日葵學院，佇這個所在做同學。在恁的一生，我的一生，咱大家人的一生，上帝知影咱的人生。上帝講一句真重要的話：你還未出世之前，我就認捌你；閣有，在你還未出世之前，我已經將你分別做聖。我已經讓你成為不一樣的人。我已經有一個計劃，你要做一個很不一樣的人。分別做聖的意思就是，咱每一個人。攏真多，無同款，真特殊、很特別的人。願天要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互咱知影今仔日的祈禱，今仔日所聽的聖經，對咱的一生有足大的影響。cosplay 會當影響這代的少年囡仔，但是聖經比 cosplay 更較會當影響未來台灣的少年人。兄弟姊妹，咱來認真去聽，這 cosplay 青年，因想要甲咱講什麼話？有一日你的囡仔若有這種的動作，你免感覺奇怪；有一日你的囡仔有這種興趣，你嘛免奇怪；有一日恁的囡仔若用安尼來表達因家己的時陣，你會當問伊講：爸爸媽媽會當為恁做什麼？咱為因祈禱，咱陪伴因，聽因的心聲。替因祈禱，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在乎我是誰，真心中問咱家己，一個真在乎家己的生命的爸爸媽媽，伊的囡仔自然而然就真在乎伊的角色扮演。改變對什麼所在開始？改變對咱家己開始，改變對咱家己開始。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今仔日牧師要解說講我是誰？我要邀請兄弟姊妹，你為你家己來回答這個問題。我是什麼人？聖經有一句話叫做 "Ego eimi autos"， 這句話是耶穌家己講，耶穌家己講。跟我的主耶穌
2N1的學生佇驚嚇中間，耶穌甲伊講：“我就是我。”希臘文叫做 ego eimi autos，ego 英語改翻做 ego，ego 就是自我啦。eimi 就是 is， 還是 am，I am 我是什麼人 ？autos 的意思就是真正的我，我就是真正的我，我不是那個戴上假面具的 cosplay 的角色，我不是穿上那一個蜘蛛人的。我不是那一個穿上那一個面罩了後那一個假想的人，我真的是我。願天父上帝甲咱相合在地，請你注意這句話，最後一句講，我們也真的是，我們也真的是，咱攏真正是什麼？是上帝的兒子。兄弟姊妹，歡手在你的心講阿們。等咱歡手在咱的心中講阿們的時候，就是跟上帝講：是的，你是我的爸爸。個人我覺得講：是的，我是你的孩子。願天父上帝甲咱親近，咱雖然看不到伊，但是在咱的一生中間享受這個看不到的上帝為着咱的人生所享受那一份毫無保留的愛。聖經所講的疼，不是因為我們有成就。聖經講上帝疼咱，不是因為咱有考試，不是因為咱有讀冊，嘛不是因為咱有做人。唯一的答案就是伊是天父，我們是孩子。有清楚嗎？唯一的疼咱是因為伊是天父，伊是天頂的爸爸，咱是伊所疼的兒子。願天親愛的姊妹，咱攏明白，也願恁佇一生中間攏享受這個不離不棄、永遠無離開咱的一生的上帝。自從我阿祖認捌上帝了後，我的家族無一個人離開上帝。自從我阿祖認捌上帝了後，我每一代的囡仔，攏安尼講：我是上帝的囝。我真正感謝上帝，讓我有信仰的長輩，在的人生有改變。我不是跟他模仿他們，我是模仿那個改變他們的耶穌。後來我一代一代，甲前人嘛有同款，嘛有無同款的所在。因為每一代要比上一代更漂亮、更有豐盛的生命。求天父上帝祝福咱，上帝將這種神聖的愛醫治我們，讓咱不再做孤單的人，一個單獨的人。長大以後，他有能力去愛他身邊的人。這種的覺醒，這種的覺醒，基督徒需要有這種的認識，嘛是覺醒。咱來感覺講，我做基督徒了後，我的生命真正真寶貝。咱做基督徒了後，愛感覺咱的生命真正真甘甜，真有價值。第一到咱真心中過咱基督徒的人生，求主憐憫幫助咱。這種的覺醒無簡單，若不是聖神的幫助，真少人會變做智慧的人。認捌上帝就是智慧的開端，認捌知性的就是聰明。認捌上帝了後，你就會講：你真的是我的，你真的是我的天父。親愛的兄弟姊妹，阿們嗎？我們今天這個禮拜，每一個兄弟姊妹，咱攏用被肯定的靈所觸摸，那麼願意一生一世，一生一世。這個真出名的盧雲，伊講到這個基督徒生命的3個階段，伊翻譯的是：我必須承認上帝是我的天父。我離開家去做浪子，我找到了回家的路，重新肯定我要回家，因為我有一個幸福的家。我為什麼要在外面流浪？最後呢，等伊真正做伊爸爸的接棒人了後，因逐所在攏甲人講：我真幸福，因為我有一個真疼我的爸爸。如因這個人講這3句話不是很簡單的，因為在伊的生命中間曾經有4重的焦慮，4重的有焦慮。如因是一個出名的哈佛教授，
20年底下教冊，到有一日也心靈跟信仰有一些拉扯的時，也忽然罹患了一個非常嚴重的憂鬱症。這個如雲到最嚴重憂鬱症的時候，上帝醫治了他。牧師這時陣無時間甲伊講這個故事。恁若想要知，牧師會當介紹恁看幾本冊。恁當知如雲其實是，伊雖然進入智慧的人，後來伊發現伊的代志真大條。會講我雖然是一個教授，佇哈佛教冊20年，但是冊愈教，道理攏愈濟，寫愈濟本冊，但是我甲上帝距離好像越來越遠，已經無用甲上帝的靈修的時間脫節。所以才會講，我少年的時候相信上帝的存在。後來到今仔日，我佇憂鬱症的時候，我重新知影這個上帝咧叫我回家。當伊重新得到醫治的時候，伊寫一本冊叫做《我與亞當》。迄本冊真感動人。伊講找到回家的路，活在愛的裡面，成為一個蒙愛的人。這個人也一生其實伊的故事就是咱的故事。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今仔日。第二，我要教兄弟姊妹，咱做伙。成做一個追求幸福的人，咱的一生來到這個世間是為了幸福，當然不是自私的幸福。恁有佇這個昨的查經班的早上，恁有參加這個大衛鮑森那個最後啟示錄的第3講，你講大患難的中間，伊有講一句真弔詭話，伊講真多人咧準講，伊若信耶穌，承認信耶穌，洗禮了後，從此以後就會過着幸福美滿的生活。恁會記住迄句話無？伊講你唔通安尼想啦，你唔是從此以後過着幸福美滿的生活。迄種的幸福美滿的生活是沒有錯，但是因為咱對這個世間的主張會分別為聖，跟人無共款。咱身邊的人有時候會討厭我們，所以早期的基督徒啟示錄所講的，就是因為因講耶穌的良善，所以因身邊的人開始安那迫害他們。咱無一定會安尼，但是咱會當領受一個，就是我的一生會怎麼樣？我跟咱分享一本冊，這你會當買這本冊，甲你的囡仔做伙讀。我的手中已經有這本冊，我先給我的女兒讀，因為這本冊的第2單元伊講什麼？在你的生命中，有一個最要緊的功課，追求真正重要的事情。咱人生攏咧無用。但是大家人攏公平，24小時，大家攏公平。人生是70，永遠通到80。兄弟姊妹，咱的一生敢有真正做到重要的代志？這個作者是一個天主教徒，伊所寫的冊引起我的注意。我感覺伊所講的真重要。咱活佇人生中間，短短人生100年久，少年人變老人。100年久，我對30歲來到這段教會，今仔日68歲，時間讓咱感覺足珍貴。親愛的姊妹，你的一生敢已經開始最重要的代志啊！像這個學員的同學，不要說我不能，不要說你不能，為了恁家己的原因，不是為別人，為你們自己想清楚。什麼代志對你們來講是生命當中最重要的？你哪願意跟學校的老師聯絡？慢慢你們成長過程當中有什麼問題，你們可以打電話回來跟主任、老師、跟所有的老師阿姨，他們很願意跟你分享。在咱人生中間所有可能拄到，我們應該怎麼做？幸福是什麼？上個禮拜、2個禮拜前，我跟咱講這個方程式。你擁有越多，你越幸福。第二，你心中越沒有貪心，你越幸福。貪心是分母，想要是分子。你哪知數學的是講，當你擁有的越多，你會越幸福。但是如果你心中越沒有貪心，那個越需要的那個貪婪的心越小的時候，你也會越幸福。但是牧師要跟咱講，耶穌所講的不是干那迄個方程式，耶穌所講的就是講，咱的心內若有更真實的、豐盛的聖靈，
咱的生命裡面越謙卑自己，這兩項代志，人就會有幸福。願天父上帝賜阮祝福，在咱今仔日的禮拜，兄弟姊妹，咱作為組織，唔是要聽這個教授阿瑟布魯克斯這個哈佛的教授伊寫一本冊，其實伊所寫的冊早就已經在聖經內底攏有啊。願天父上帝幫助咱聽耶穌的話，聽上帝的2700年前對耶利米所講的話。伊講：我的話安尼講，你還未出世，你還未活的時陣，我就已經知影，我嘛已經認捌你。你佇媽媽的子宮內底咧成長的時，我就已經分別為聖，互你成做一個很特別的人。咱甲上帝講，阿們。主，我有聽到這句話，我要做很特別的人，不是為別人。不是跟別人比賽，這個世界的競爭太激烈了。我是為我自己而成為一個很特別的人。願天父上帝聽咱的祈禱，我的一生我是誰？願天父上帝今仔日對咱講話，在咱一生的代志頂懸，由上帝來做決定。2個禮拜前牧師跟咱講的這題目，認定上帝，認定的意思就是認捌啊。當我們認識上帝了後，我們就認識我們自己生命的計劃。因為上帝對咱的一生有伊特別的計劃。我是誰？我的一生會怎麼樣？兄弟姊妹，恁我咱每一個人愛為家己做這個祈禱，為你家己的祈禱。牧師雖然咱陪伴咱祈禱，但是上重要。是你家己在上帝面前，你決定是不是讓上帝決定你是什麼人來做你的決定。咱同心來祈禱。全能的上帝，你是活命的主，你是早佇地、今仔佇地、將來也永遠佇地的上帝。阮作為組織，佇禮拜堂，佇禮拜中間，阮要祝福，要歡送這向日葵學院的畢業生。阮感謝你，互因佇今年的中間，每一個同學攏真認真，因嘛誠做阮心中感覺真寶貝。因為佇今年中間，因所表現的，有時比往年有一些有困難的同學表現得更好。我們求上帝你祝福因，佇下一個階段，因會當認真來找講因家己的將來。求天父上帝你，雖然看袂到。但是求你一路陪伴因，也陪伴阮的教會，互阮的教會是一條永遠行的路，是一條永遠唱的歌。主，在你面前同心祈禱，我靠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